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新闻嘅欢收看8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宗教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无论伫教育、文化、福利服务，甚至是文化观光等各层面拢贡献。所以，每当内政部拢举办全国性的表扬大会，今年特别南下台南举办，希望打进南部在地，增加合作交流。内政部每一档拢会举办表扬大会，今年已经迈入第43档，嘛是10档外后再次选定众神之都台南来举办，希望打进南部心声。嘛因为副总统要亲自到场，所以现场每一位拢需要通过维安的戒备。会中副总统陈建仁致辞时，肯定所有得奖的宗教团体奉献大爱精神。特别讲到响应政府推动老人长期照顾对社会稳定的贡献。今天我们得奖的宗教团体，部分宗教的哪一个列别，都是直接参与了社会教化，还有公益慈善的事业。有的设置了育幼院，有的设置了养老院等慈善的机构，提供老人的长期照顾，还有幼儿的托育。在这种急难的救助上面，也是表现相当的优异，充分的响应我们蔡总统所推动的长照2.0的计划，协助政府来落实在地老化的长照政策，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到各地去看不少的长照中心，我发现很多的长照中心都是我们宗教团体所举办的，而且办得真好，让老人家在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康、平安和喜乐。另外，庆幸新副教的内政部长齐国勇嘛表示，为了凸显政府对宗教的重视，已经将宗教科连跳3级，升级成宗教师。对此，市长黄伟哲嘛支持表达肯定。今天是宗教表扬，内政部所举办的，代表全民对宗教的一个表扬，也是既是表扬，也是感谢，既是感谢，也是感恩。我们谢谢宗教团体对社会的这个贡献。那当然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就是我们刚刚部长所提示的，要把这个宗教科变成宗教司，能够让这个彰显整个社会，包括我们政府机关对宗教的一个服务，以及宗教的一个协调。今年中内表扬除了进行专庭直播以颁奖，中外也有设立打卡翕相特送礼品的专区，要加速宗教人士博感情，场面相当温馨。台南新闻郭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全国宗教团体表扬大会第173个得奖的单位当中，咱台南有24间。另外，今年有15个宗教团体更进一步得到宗教公益亲近奖。其中，阿南区的普华德这时，就因为连续10档得奖，公开接受该奖的表扬。108年内政部宗教团体表扬大会，总共173个团体得到宗教公益奖，其中台南有24间。另外，较特别的，就是对97年到106年连续10档，那是累积12摆绩优表现，地方专案报车行政院核定的宗教公益亲近奖。对此，咱台南普华德这时甲主宪奖嘛双双受表扬，相当难能可贵。普华德这时长期以来拢是致力于咱弱势家庭的协助尤其对着咱家老人教养的关怀，还有身障朋友的关怀，还有我们从事的净滩环保，为地球贡献这份力量。那么希望讲在即卖的社会充满了很多的暴虐之气咱透过咱的心法课程，能够净化人心能够调理每一个人的性情咱也希望讲替社会创造一个普世的价值，让社会能够更祥和。
为伫安南区的破坏的这是一直以济公善事、慈悲为怀精神，不断推动各种风化理性的事业，所以除了协助弱势、关怀老幼，更特别重视社会甲青少年的教化，注意强调因一定会继续坚持理念。荣誉当然是至上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兢兢业业一本照旧我们继续再推动我们的慈善公益社会，也让的教化课程能够更琢磨让社会能够更祥和，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的身心更需要透过教化的过程去调整他们的性情。当然，除了社会教化，伊嘛响应政府优质庙会文化、无烧纸钱、一路一乡等环保政策，希望为爱地球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这件公共工程合摆有关环境的冲击、对商界影响以及后续维护管理的负担，所以台南市政府为落实品质管理，今年教育局特别举办第1届公共工程优质奖，场面相当盛大。第一届所举办的公共工程优质奖，伫2000多件工程当中，经过各机关严格评选，总共推荐23件参赛，最后核定15件得奖。所有得奖的代表上午来到市府2楼广场，以接受副市长表扬，场面相当盛大。其中，教育局炮子埔汤山营区的连外道路新建工程，以及大华局海岸路甲中正路区域景观改造工程，拢摕下特优。市长吴伟霆嘛特别教导地事，表达提升市府公共工程品质的决心。除了路平之外，还有许多的公共工程、公共建筑，我们希望如期如质，最好是如质超期。这个提前完工，但是这个耐用又是非常的耐用，我觉得其实这点当然是民众的一个期许。那至于完工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它能够充分的被使用，而且不会变成蚊子馆，这当然是后续的使用单位他应该负的责任。但是工程单位来讲，我们非常感谢，非常谢谢营建署。我们这个吴处长以及许多署内的长官，对于台南市我们的公共工程的监督以及指导，能够让我们的公共工程的品质能够大幅提升，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办公共工程优质奖，都来提升市府的公共工程品质，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相信嘛是鼓励市府团队更加向前努力的动力。但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央推动历年检讨，虽然要求各县市伫2030年完成公务车全部电动化目标，不过议员蔡小伟甲李宗翰表示，台南伫电动化汽机车的比例只有1%到10%，并无具体成效，所以上午联下召开记者会，希望推动历年交通，公部门应该优先做起。台南市购买电动车的补助，包括中央甲地方，一台补助2万过500。如果是汰换2行程，补助达到25000块。对今年1月到7月，补助的数量总共8000多台。不过，议员蔡小伟甲李宗翰检视市府公部门的电动汽机车的数量，电动汽车只有26台，电动机车173台。占比竟然无到5%，因此要求公部门爱带头示范。汽车的部分3000多台，目前电动汽车有26台。那就我了解，这26台也是透过这个102年在我们经济部来补助所换购的，等于这26台其实也不是市政府直接做汰换而去购买电动机车的，所以以这样子的平均数来讲。台南市政府要怎么推动绿能环保？这个电动机车汰换率不到1%，所以我认为我们台南市政府应该要努力的朝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工业以及交通其实是对我们污染最大的
最大的原因嘛吼。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交通既然我们已经盘点出来，在行政院这边，甚至我们也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太阳能、绿能、风电等等相关的绿能措施。我相信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可以试着来跟中央沟通看看，如果没有配合的话，是否中央也可以来协助我们台南市政府来做所谓的公务车的贷款工作。对此，市府秘书处总务科长陈乃仪回应：虽然伫个市府甲所属各机关设置甲采购公务车的作业要点，有规定优先采购电动车的规定，毋过碍于电动车的续航力甲充电相关的设施，市府各机关会同时考量着勤务的特性，伫个预算甲功能的平衡下。市府还是会优先采购，或者是租电动车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去用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政府对1802年开始推动再文化公共运输，多年来拍拼行销，对当时运量1191万到1807年，成长已经超过1倍，是大都当中成绩上好的。不过，有民众认为，台南升价直辖市公车的自驾量本来就应该增加。对此，交通局表示，公车将持续优化来符合民众期待。台南市伫99年合并升格为直辖市后，就开始规划公车捷运化政策。执行以来，为年运量749万，到去年已经成长到2092万，总运量成长超过1300万。另外，根据交通部统计查询网资料显示，台南市今年顶半年度的运量比较去年同期，嘛为990多万，成长到1700多万，成长比率达到14%，是六都当中表现上好的，显示台南市政府近年来推动的成绩。虽然大部分坐公车民众拢和台南市公车正面的评价，不过嘛有市民认为公车班次也是伤少啊。拄啊像拄啊迄帮就咧等足久，等啊过超过啊，拢超过昨嘛是啊，昨嘛等足久啊。就是那个车子不像台北一样，3分钟到4分钟就有一班车，那这里就是有时候到半小时。如果你要看，还有93分钟的，还有16分钟的，班次多一点，都是直辖市嘛，台北都可以做到。我希望台南既然已经是直辖市了，我也希望能够达到至少要像台中那种水准嘛。我住这里，然后学校在归仁，如果那个家里在比较不是那么市区的，可能不是红干线之类的，就会比较常迟到，因为那种其他车的车次没有那么多。对着民众的意见，台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虽然已经是6都了，但是只是说我们在6都里边的预算规模算是比较少，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近期也会进行那个市区公车路网的优化，那针对班次比较不足的部分呢，拿回来弥补持续滚动检讨，来那个符合民众的那个期待跟需求。台南市公车每档的载客量持续稳定成长，今年顶半年运量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4%，优良的年运量成长显示出民众对着公共运输的信赖甲肯定。台南市交通局后续嘛将持续努力，以绿色运输甲人本交通带动城市的永续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由台南市政府主办的2019年亚洲大学卡球锦标赛，9月18号将伫市立电竞场甲卡球场展开。到时总共有12支国际代表队，将甲国内大学的精英球员共同车拼，欢迎市民把难得机会前往观赛，嘛替球员加油。为宣传2019亚洲大学卡球锦标赛伫台南来举行。包括主办单位亚洲大学卡球联盟的会长，加申办单位社团法人台南市体育总会，30号下午伫个市府召开活动记者会，会中并且播送宣传的影片，为9月18到26将伫个台南举办的比赛来宣传。足球是世界上最广的、流行最广的、观看人口最多、参与人数最多的。的运动项目，所以呢，我们对这次参加亚洲大学足球锦标赛的中华队的各位选手，大家记得我们一定要维持，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对手很强，只要拿第1名就好。体育是一个产业，然后体育带着球的人比带着枪的人杀伤力更大，影响力更大，对于整个观看人口影响力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提倡支持。好，我们的体育活动。亚洲大学足球锦标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各国的亚洲大学足球大学生能够在一个国家，然后进行交流，然后互相竞争，然后互相学习，以这样的平台为目的。然后非常感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非常感谢能够在台湾举办这样的比赛。市府表示会用促成这届的比赛，特别感谢申办单位台南市体育总会用心规划，总共有12组来自国际代表队，甲咱国的大学精英队员来参赛。比赛分做4组，逐工有4场的赛事。主办单位除了赠票予各机关的团体，另外嘛提供免费来索票，欢迎民众踊跃进场观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地艺联合促进总会每2档举办一届全国地艺比赛，今年将迈入第13届。总决赛9月7号特别伫台南文化中心盛大登场。这届参赛者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地艺歌手以外，今年也来了真侪国外地师，看来已经成功将国内地艺比赛推上国际舞台。中华地艺奖全国地艺比赛9月7号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主办单位中华地艺联合促进总会，这次特别以双杯平民为主题，参赛选手必须伫咧地属美感、泡地技巧、地汤表现以及地艺知识等项目中胜出，才能赢得赢务。竞争的过程相当激烈。以我们中华茶联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活动，希望我们台湾将这个双杯品茗的一个活动呢，能留在我们台湾，推广台湾茶艺文化。那我们今天也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于今天评审的各项，有茶席美学、茶汤的表现、泡茶技巧，以及礼仪风范茶艺知识问答，以几大项的一个分数作为一个总评。上届16档再度来到台南举办的全国地艺比赛，台南文化中心管理科长方明华嘛特别出席，肯定地艺总会长久以来推广地艺努力。每一个人在家里有这样的，也许都有这样的一个饮茶文化，可是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我想都是透过茶联这边这几年不断的去推广。那隔了16年，回到我们台南来做这一件盛事。9月7号总决赛，除了有来自全台4个分区所选拔出的12组地艺歌手工场竞赛以外，阁会当看到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选手前来表演地艺。主办单位只提供260个座位，名额有限，欢迎对地艺有兴趣的民众提早入场观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新营一间传统的糕饼店，在地经营已经将近70档，真侪人客拢是自细汉食到老，现在已经是第4代接手经营。除了延续老店的古早味，嘛以少年人网络行销的概念，将产品多元推广，创造新的商机。
新营在地老店子阳轩对第一代创办人陈基生老先生开始算起，到现在经营将近70档，嘛因为店内各种的产品拢是采用优质的原物料，而且手工制作，互真侪市场的人客自细汉食到老。从细汉就食，今仔人从细汉就食，因才会胖大呢。7月10档那一款，我读国校的时候，摆来才去食买。然后产品又很实在。对，然后最主要是他们在新营就是开了很久，是新营的老店，然后品质很好。子阳轩目前主要经营者是第4代郑祥文甲郑仁豪2个兄弟。弟弟郑仁豪回来处理这工课进前，原本伫通信行门市上班，收入真稳定。因为感觉爸母年纪愈来愈大，所以兴起回来处理到3工。伫取得主家证照以后，伫店内对着50档经验的糕饼老师傅学习，负责制作产品。擀开之后，把它卷起来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要做那个皮的部分。那先把皮擀到适当的大小，要能够包住那个我们豆沙。哥哥郑祥文过去曾经担任科技杂志的记者，所以对着网络科技行销这方面相当的熟悉。3档前回来处理到3工，主要负责外场甲电商通路业务。现在兄弟2个人联手，做伙将家己厝内骄傲的产品透过网络行销到世界各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习惯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尤其是我们有些产品是可以透过网络行销到台湾其他甚至是国外去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像是中秋月饼嘛，中秋月饼的话，透过冷藏或是常温宅配都可以寄到整个台湾都可以寄到，然后又可以让比如说之前本来住新营或本来住台南的人，如果现在搬到了台北或是搬到其他地方去的话，都会透过网络来买我们的中秋月饼。所以我回来之后，主要是在这一块，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讯息，然后甚至可以很方便的情况下，可以买到我们家的产品。除了各种鸡蛋糕、面包、加绿豆椪，甚至连祭拜神明的糕饼，70档的老店拢发度制作，而且除了进军网络行销，现在嘛开始拓展伴手礼市场，朝向精致化的走向。兄弟2个人结合组团的好滋味，加少年人的创意，让老店继续发光。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就是午后地将准后，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9有3成。海面边境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30号的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